香港在今年攏總有4間獨立冊店，予警察來甲搜查，嘛有11個工作者是因為涉嫌煽動罪，予人甲掠去。也那咱國內呢有一寡獨立冊店是表示講，這香港查扣的標準是無夠明確的。嘛有出版業者是講，這華文出版的自由恐驚會受到衝擊。香港獨立冊店店員徛停停，予警察掠走，這件代誌嘛引起社會關注。香港今年已經有4間獨立冊店予警察搜查，11個工作者涉嫌煽動罪，香港警察逮捕。國內有獨立冊店拜一開記者會，聲援香港的獨立冊店，嘛呼籲台灣社會做伙守護出版甲閱讀自由。香港這一次的事情，它法制的改變之後造成的這樣的一個寒蟬效應以及外溢的恐懼，其實是有點像溫水煮青蛙，所以它必須要有非常模糊的紅線，讓你自己去對未知產生恐懼，然後自己去限制自己。今天這本書為什麼有問題，我們不知道。今天抓了賣書的人，那接下來會不會買書的人也被抓？台灣主業的代表指出，香港警方表示查扣的是有煽動意圖的冊，不過煞無甲標準講較清楚。那冊店出版社無法度判斷什麼款的內容會違法，都可能結刑事責任，開始自我審查，連作者創作空間嘛受到影響。有這款加中國較近的研究，香港足精彩吼，即馬香港的大學袂當出版，香港的學者無法度出版，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無法度出版，這個中國研究真正就無啊。台灣出版業甲獨立冊店的代表攏認為，香港長期是華文出版真重要所在，嘛是華文世界研究甲理解真相真重要的來源。那香港出版自由繼續受到限制，影響的毋但是香港，嘛衝擊規個華文的出版環境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